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舞动中国街舞最前沿。是啊，这几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武林高手在我们的舞蹈世界是一决高下，真的是精彩纷呈啊！哎，是啊，今天来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是哪两支队伍呢？让我们一起看档案。武林档案。姓名：天津 Replay 舞团，门派逍遥派，江湖人称江南才子，擅长武功 New Style Popping， 自命弱点不按常理出牌，舞蹈狂热指数5星，模个身材指数4星。好，欢迎来自天津的 Replay 舞团，欢迎你们。让我们来再看看下一支队伍的档案。武林档案。姓名：新疆 DSP 舞团，门派天山派，江湖人称西域剑客，擅长武功 Old School， 自命弱点武艺太高超，舞蹈狂热指数5星，模个身材指数5星。好，让我们来欢迎来自新疆的 DSP 舞团，欢迎你们。欢迎两支队伍闪亮登场。我们的金毛人配舞团，掌声送给他们最后的一招。很有机会真的太很热，甚至装赢了什么人相册，更加谁的理由如何？刚刚我背上我的去叫了的，却那个独自去每一个，这不能这，自己强者，谁证明这武林的资格？世上的武术确实高低之分，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。通过竞技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真正的人，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的就是自己。我们的战线演员来自新疆的 DSP。
支街舞团体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。下面让我们分头来认识一下他们。这是来自天津的 Replay， 欢迎你们。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是不是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表达一下你们的心声呢？主管这么一打呀，憋得咱不垮，垮一垮咱街舞跳的就像一朵花。你要不相信，去看看霍元甲，我配你2斤狗不理，外加